七婆叫人買嘢，我睇咗啲留言，好多人話戴咗佢嘅鏈撞邪，我都幾相信係水晶鏈。我喺焦點視頻都有講過，水晶唔聚陰，使乜嘢淨化？我再講一次，水晶唔聚陰，使乜嘢淨化？水晶要淨化嘅概念好似講到好合理，日日出去接觸人就一定會沾染到負能量，好似你去完家日日都要沖涼。其實大家明唔明乜嘢叫聚陰？即係聚積唔好嘅能量。你買條金鏈去戴，又有冇聽過人需要淨化條金鏈呢？係咪覺得我扯到好遠，講乜鬼嘢金鏈？我講嘅係足金999嘅純金鏈。如果有聽過我焦點視頻，我有講過3種已知嘅正能量：一、高頻紫外線喺日出時會有；二、高頻金光喺金器會有；三、橫向附錄。如果講能量產品，金器絕對可以同水晶混為一談。金器唔需要淨化，因為我極少聽過人講聚陰。相反，戴水晶着魔，我自己聽唔少。好多妖邪或者靈體係需要一個藏身之所，水晶就係一個非常好嘅媒介。水晶唔聚陰，使乜嘢淨化？淨化呢個操作就足夠去證明係聚陰。聚積唔好嘅能量，只係大家俾人催眠成為合理化。我知我講完會得罪好多粉絲，水晶嘅粉絲，但係我真係講事實。當然你絕對有權繼續使用啦，冇人會阻止你。不如我分享下點樣得知自己戴嘅能量產品有冇事。其實好簡單：一、睡眠質素下降，會發噩夢；二、情緒波動，少少事都會發脾氣、疑神疑鬼，或者情緒好低落，覺得自己唔好，覺得好差；三、日常做嘅事係會迷迷懵懵，例如落錯車，就唔好講到好遠，又轉運又發達。能量產品最基本必須要有3個條件：一、睡眠質素提升；二、情緒平復；三、思路清晰。如果有轉運又發達，但面色差、身體差，好明顯呢，就用緊你嘅健康交換緊你嘅財運。我係聽唔少呢啲例子，有錢返嚟，但係病到五顏六色。賺返嚟嘅錢拎晒去睇醫生，咁好嘅產品，你呢就用埋我嗰份啦。唔講咁多啦，有緣睇到我呢條片，可以睇下我其他嘅片，都係圍繞住乜嘢叫正能量。我呢就係土生土長嘅港女，做能量產品嘅設計。因為以前呢俾啲濕膠大師水過，所以去學一啲真係有科學物理背景嘅課程，認識下乜嘢叫真正嘅正能量橫向附錄。學完之後就設計啲產品，之後就去咗網台節目焦點視頻，人生有加分。老實講，我講嘢唔叻，所以做節目呢係有障礙嘅。你哋可以容忍一個鄉音七婆咁多年，所以呢就包容下我呢個死港女啦。大家做好自己本分，香港人加油啦！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